長嘅一個展覽嚟嘅。被視為前特首曾蔭權愛將嘅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，被揭發同賭王三太妹妹陳婉玉全資擁有嘅公司離奇樓換樓，涉嫌官商勾結同利益輸送。馮程淑儀堅稱唔知道賣家係同佢丈夫馮永業有過公務往來嘅陳婉玉，但最新揭露嘅證據顯示，馮永業唔可能唔認識陳婉玉，甚至有耐人尋味嘅關係。陳婉玉嘅智進有限公司喺13年2月出售西半山江德道怡安閣一個實用面積超過1400尺嘅單位，本應同個單位冇任何拉楞嘅馮永業竟然代表智進喺其中2份買賣文件上簽名，以聲明單位會附送乜嘢家私同有冇僭建物，反映馮永業同陳婉玉兩人關係非比尋常啊！而喺呢宗交易短短大約9個月之後，佢太太馮程淑儀以一間西半山嘅豪宅單位另加650萬元差價，同智進交換2個跑馬地成和坊相連豪宅，連稅勁慳超過200至400幾萬。馮永業冇回應事件，但就被發現夜晚身處喺成和坊嘅住所，當察覺記者喺度影相之後，就隨即拉低個臉。曾任廉署調查主任嘅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認為，雖然可以話馮程淑儀唔知老公出邊同邊啲女人買物業，唔知老公之前參與過咩交易，但連串證據都反映馮程淑儀喪失做高級公務員應有嘅公信力，繼續在位會影響市民對公務員奉公守法嘅信心，要求馮程淑儀從速公開交代事件始末，亦認為佢需要即時停職，直至調查完成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